大家好，38地產嘅租，今日帶大家嚟長沙灣起亞一個510尺兩房嘅單位。起亞位於寶安道18號，喺2013年落成。樓底高大概8尺半，個廳大概係8尺半乘以16尺。我哋喺另外一個角度睇下個廳。窗外景觀，第一間房大概係6尺半乘以9尺，咁喺呢一個位置呢，就啱啱可以放到張5尺嘅床。窗外景觀，第二間房大概係6尺半乘以7尺。咁喺呢一個位置呢，就可以放到張4尺嘅床。洗手間，最後就係廚房。好，我哋今日睇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頻道，please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